廠老闆，你話個大客走單令你周轉唔到，其實係你害死自己盤數。我有個朋友阿昌開家私廠嘅，佢手上啱啱接咗個大單，要幫個地產商起一個酒店項目嘅家私，本來預計能夠獲得可觀收益，但係結果出人意料。當佢向銀行申請300萬嘅項目周轉貸款時，銀行竟然拖足3個月，最後話佢信貸記錄有問題，直接拒批。佢成個人呆咗，最後個大單飛咗，仲搞到差啲要裁員。阿昌話諗唔明，佢廠房市值幾千萬，淨利潤都100幾萬一年，點解會唔批？後來佢有個朋友介紹嘅專業團隊，一睇佢嘅信貸報告 TU 先知，原來佢為咗應付員工出糧、工廠交租呢啲濕碎嘢，過去幾個月內頻繁向唔同嘅財務公司申請過小額貸款。呢啲睇似濕碎嘅行為，銀行嘅盡職審查 due diligence 一睇即刻就知大鑊。你做生意最傾錢，唔跟住你，但銀行唔會同你講人情。你嘅每一個短期資金調動嘅動作都會被記錄喺你嘅信貸評級上，最終可能影響你嘅大生意。歡迎留言講下，你點樣維持你嘅信貸評級？